来吗？可以呀。小蜜，小蜜，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把这里收一收？OK， 没问题。暗自 say 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彤彤姐姐，蒙布来了。哇，默默，暗自 say 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彤彤姐姐，不客气的客家话要怎么说呢？是 say 你，就是不客气的意思。是 say 你。所以如果我说暗自 say， 彤彤姐姐就会说是 say 你，暗自 say， 是 say 你，暗自 say， 是 say 你，暗自 say。好了，赶快把工作做一做吧，等一下就可以吃点心了。暗自 say， 是 say 你，暗自 say 谢谢你。是 say 你，不客气。暗自 say 谢谢你。是 say 你，不客气。小蜜，这本故事书送给你。暗自 say， 是 say 你。还有这一本有关大自然的书也送给你。暗自 say， 是 say 你。如果你送我吃的，我会更开心哦。没问题，下次送你一大把青菜。暗自 say 谢谢你。是 say 你，不客气。暗自 say， 是 say 你。两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？哈库啦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张罗亮。